悬疑电影一直是比较受关注的电影题材，凭借着烧脑和不断反转的剧情，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的观众。那么2024年最新上映的悬疑电影有哪些？2024年待上映悬疑片哪部最值得期待？下面细说，小编就根据 CN10CMPP 大数据为大家分享2024年最新悬疑电影排行榜。除了正在热映的悬疑佳片，还有不少正待上映的悬疑新片，看看你最想看哪部？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是由丁晟执导，杨幂、于谦、田雨、于艾蕾、李九霄主演的悬疑喜剧电影，定档于2024年5月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讲述4个互不相识的人在戏院后台库房分赃，竟意外牵扯进一桩命案，一顿热辣滚烫的火锅翻滚着层出不穷的悬疑，贪婪和欺瞒引发连环逆转，终于4人特殊身份渐渐浮出水面，神秘的真相也呼之欲出。两入侵者们的晚餐。入侵者们的晚餐是由水野格执导，菊地凛子、白石麻衣等主演的日本悬疑电影，于2024年1月3日开播。该片讲述在一个年末的夜晚，亚希子会香奈会3人侵入了社长奈津美的豪宅，意图盗走钱款，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却接连发生。在大雪封闭的山庄里。在大雪封闭的山庄里是由范种健执导，重冈大毅、中条彩未、冈山天音、西野七濑等主演的悬疑犯罪片，于2024年1月在日本上映。该片改编自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长篇推理小说，讲述志愿成为演员的7名男女被剧作家东乡真平聚集到名为四季的山庄里，然而如同舞台剧内容中发生在暴风雪山庄中的连续杀人案般，演员们果真一个接一个消失。哈尔滨。哈尔滨是由宇明镐执导，玄彬、李栋旭、朴正明、赵又镇、全玉英等主演的韩国悬疑谍战片，于2024年在韩国上映。该片是一部抗日题材影片，以上世纪初的中国黑龙江哈尔滨作为舞台，讲述为了祖国的独立而赌上自己性命的独立斗士们的故事。破幕。破幕是由张宰贤执导，崔明植、金高银、李道宪、刘海珍主演韩国惊悚悬疑电影，于2024年2月在韩国上映。该片讲述了在美国生活的某个富裕家庭身上持续发生奇怪的超自然现象，因此请来了在巫师之中著名的年轻巫师花林和凤吉，他们发现了一块邪恶的墓地，最终进行破墓。但是破墓的同时，坟墓下方的不吉之气开始爆发。山村迷踪。山村迷踪是由周涛执导，袁秀芝、周亚平、杨振宇等主演的悬疑恐怖电影，于2024年1月12日上映。该片讲述周小浩在寻找下落不明的父亲的线索的过程中，与奶奶之间的情感由生疏隔离到慢慢理解，最终相互不离不弃的亲情故事。堡垒。堡垒是由韩可意执导，陈明昊、郭晓东领衔主演，李一桐、陈都灵、宋宁峰、董卿特别出演的谍战题材悬疑电影，于2024年3月2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讲述了在大革命时期韶山五杰等革命志士在严峻的生死考验下执行秘密任务，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主角毛稼轩与沈卓宜因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展开殊死暗战，两人同时自认庞德甫的代号身份，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庞德甫？人物身份多重反转，真相扑朔迷离。解密。解密是由陈思诚执导，刘昊然、吴彦祖、陈道明等主演的剧情悬疑片，于2024年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讲述了上世纪中国幼小的核计划遭到美国霸权的绞杀，孤独的数学天才荣金珍与同是天才的美国数学家希伊斯，荣金珍的老师与敌人，两人的胜负对决从希伊斯3道难题开始，让荣金珍卷入了惊心动魄的中美密码战9749局。749局是由陆川编剧并执导，王俊凯、苗苗、郑恺、任敏、辛柏青领衔主演的悬疑冒险奇幻电影。该片灵感源于导演陆川军校毕业后在749部队工作的一段经历，故事发生在2030年，讲述了749局第3小队战士们应对巨大灾难时展现的少年成长故事。狂野时代。狂野时代是由毕赣执导并编剧，易烊千玺、舒淇主演的科幻悬疑片，于2024年中国大陆上映。该片讲述在未来一个女人在一场手术中沉睡，她发现自己的意识之中存在着一具仿生人的残骸，于是她用一种离奇的方式将她复活。随着仿生人的感官逐渐苏醒，他们也一起坠入了人类的意识之海。